马吊颈倒来到彰化，在地私立大学的老师甲学生专工骑着厨房车帮大甲马来开路。另外，来自田中有3个女性朋友，伫花莲的路边无收着成本，准备700外的鸡卵，免费赠予人食，要防补充体力。 甲鸡卵靠伫咧前台顶，煎甲滋滋叫，搁贵恰恰，尾仔淋豆油糕，看起来真好食款。然效率会恢复很多。经过渗透，互香味升过来，因甲2包加落去，一满幸福的滋味，大家是食甲笑眯眯。啊，食了之后呢？民众食鸡卵补充体力，才能继续参加分组活动。即马乱叫回轮到彰化，都会到住伫咧田中的3个阿姨不惜成本，传700多粒的鸡卵，未免费请信徒吃。这是我们的这些人一起集资做的，去年做3000多颗呢。 鸡卵的打头前打一张红纸，顶面写满捐钱买卵信徒的名字。鸡卵阿姨摕这钱请鸡卵甲卵送来到现场煎，互信徒会当补充营养。另外，私立大学的老师学生嘛骑电动的厨房车，替大家卖乱叫开路。厨房车队带领大家马行入来学校内底，并个外国籍的学生伫咧现场画休。 每一年会使拢尽力情吼，所有学生甲咱校长、甲咱当市长，会使讲啊，传得真好啊！等下这个贡品要来献给妈祖安尼吼。老师学生拢真热情，跳舞来甲因迎接，马上妈祖身上的图，展现对大家妈的敬爱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